本辖金国路跟南美路口在离昨晚10点左右发生一件 A 的肇事事故。那汽车驾驶人在左转弯的时候疑似因为车速过快，而没有注意到直行的行人没有礼让直行行人优先通行，然后造成行人身上发生多数的擦挫伤，目前在医院治疗之中。那肇事的主因疑似是因为汽车驾驶人转弯的时候车速过快，他没有注意到行人那个优先的通行权。那好像网络上也有网友说，疑似有一些肢体冲突。有关网友在网络上有爆料说，那个现场肇事者遭到殴打的部分，那警方到现场并没有接获肇事者的反应，也没有相关的报案记录。那这个部分我们警方会后续来追查，如果发现现场有暴力的行为我们会从严来追究。